最近廣州為咗保護老傳統，竟然正式訂立咗早茶規則，專門對付嗰啲濫收茶位費同冷冰冰嘅預製菜。其實講起嘆茶，最講究嘅就係一個先字，但係呢啲年大家心裏都有數。唔少酒家為咗慳錢慳人工，紛紛搞起咗所謂嘅預製點心。嗰啲蝦餃、燒賣都係喺工廠裏邊流水線生產出嚟，凍到成嚿冰，咁再運到酒家裏邊加熱，一下就端上台。呢種點心食落唔單止冇咗老師傅手作嘅煙火氣，皮係爛嘅，肉係死實實嘅，甚至仲有一股淡淡嘅雪櫃味。廣州市政府呢次頒布咗廣州早茶傳承保護規定，從今年5月1日起開始實施。佢嘅核心呢就係為咗等大家飲個明白茶，食個放心點心。新規裏邊最令人拍手稱快嘅一點就係明確要求茶樓必須喺菜牌或者店內最醒目嘅地方，清清楚楚咁標明邊啲點心係傳統方式現場製作，邊啲係非傳統方式製作。呢個就好比係俾點心貼上咗身份證，我哋一眼就可以睇得出邊個係新鮮出爐嘅，邊個係工廠貨。更絕嘅係，廣州規定咗只有嗰啲從造成到擺喺台面上唔超過24個鐘嘅點心，先有資格叫傳統現場製作。如果因為某啲工序特別複雜，確實需要超過一整日嘅，亦都得經過相關行業協會嘅專門審核先行。咁樣一嚟，嗰啲攞冷凍貨冒充新鮮貨嘅酒家就冇得渾水摸魚啦。呢種做法唔單止保障咗我哋茶客嘅知情權，亦都令嗰啲真正有手藝嘅老師傅得到咗尊重。大家去飲茶，如果係想追求極致嘅口感，就專門點嗰啲現場製作嘅；如果只係想簡單填飽肚，對口感要求唔高，揀平少少嘅預製點心都得。話晒新規仲允許呢兩類點心實行唔同嘅定價，呢個就俾咗大家更多嘅選擇權。而且廣州仲鼓勵酒家搞透明廚房，等大家親眼睇住師傅點樣搓粉，點樣包蝦餃。我哋老人家最關心嘅就係衛生同新鮮，睇住嗰個蒸籠裏面冒出嚟嘅熱氣，心裏邊自然就踏實晒。除咗點心嘅品質，呢次新規對茶位費嘅整頓，亦都令唔少香港街坊羨慕不已。喺廣州，以後收茶位費唔可以再咁隨隨便便啦，必須明碼實價。更重要嘅係，收費必須同服務對等。你想收茶位費，就得提供起碼幾種似模似樣嘅茶葉俾客人揀，紅茶、普洱、烏龍、菊花都要有，仲要有正正經經嘅沖泡服務。如果酒家只係俾一壺普通嘅茶，甚至連揀都冇得揀，卻要收10幾蚊茶位費，咁呢個就係違規。此外，廣州仲創新地搞咗一個廣州早茶傳統店嘅認證制度，通過評審嘅店家會獲頒金字招牌。呢個對於我哋呢啲間唔中北上揾食嘅香港人嚟講，簡直係最好嘅導航指南。只要認準嗰塊牌匾，就唔使擔心會中伏，保證能食到嗰口久違咗嘅老味道。睇住廣州嗰邊搞到如火如荼，我哋香港本地嘅酒家自然亦都感受到巨大嘅壓力。話晒而家深港兩地往嚟咁方便，一張長者卡，一張回鄉證，老友記們3、5成群就上廣州啦。為咗留住本地客源，香港唔少餐廳亦都開始喺價格上做文章，試圖通過極致性價比嚟挽回大家嘅心。就攞最近喺網上被老友記們熱烈討論嘅觀塘碼頭某間海鮮回酒家嚟講，佢哋嘅做法簡直係反其道而行。喺香港呢一個物價飛漲嘅年代，食餐飯連加水都要收錢嘅地方，呢間酒家竟然推出咗只需2蚊嘅茶位費。無論你係平日去定係週末朝早想去嘆個早茶，只要喺朝早7點半到11點呢個時段入座，茶位費通通只要2蚊。呢種價格喺而家嘅香港簡直係聽都未聽過。好多街坊都感嘆，呢個價錢仿佛翻去咗幾十年前嘅舊時光。唔單止係茶位費平，呢間酒家嘅點心價格咧，亦都低得驚人。佢哋推出咗一個早晨點心優惠價，竟然只要4蚊8毫。雖然有限制，例如每台只能點1款，每位只能點1粒，
但包含嘅點心種類卻好實在，有冬菇包、流沙包、粉果、菜苗餃同芋頭糕。你想諗下，4.8毫喺而家嘅便利店可能連樽水都買唔到，但喺酒家裏邊卻能食到新鮮熱辣嘅點心，呢種心理上嘅滿足感係不言而喻嘅。此外，佢哋仲有一系列只需8.8、14.8或者19.8嘅點心，例如一份瑤柱珍珠雞先至8.8，一碗鳳爪排骨飯亦都係15.8。呢種價格對於我哋呢啲領緊生果金、精打細算過日子嘅老人家嚟講，確實非常有吸引力。好多住喺觀塘區甚至遠少少嘅街坊都願意早起坐車過去幫襯，唔單止係為咗慳嗰幾十蚊，更加係為咗嗰份失而復得嘅實惠感。我哋呢啲老友記最懷念嘅係以前嗰種推住點心車可以坐成個朝早嘅茶樓氛圍。嗰陣時嘅點心雖然冇而家咁花巧，但每一啖都係師傅用心做出嚟嘅。而家科技進步咗，預製菜確實方便咗酒家嘅管理，但亦都確實奪走咗食物嘅靈魂。廣州嘅新規之所以能引起咁大嘅反響，就係因為佢喺度試圖留住嗰份靈魂。佢話俾商家聽，你可以為咗揾錢用機器生產，但你唔可以呃人，你得等客人知道自己食緊嘅係乜嘢。如果你想保留傳統店嘅名號，咁你就得老老實實咁手工製作，唔可以偷懶。雖然香港有似觀塘嗰間酒家一樣嘅實惠選擇，但整體嘅餐飲環境確實面臨緊巨大嘅挑戰，成本高、鋪租貴、人工難請，呢啲都係現實問題。所以好多酒家就算想搞手工製作，可能都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廣州憑藉住更豐富嘅資源同更大嘅市場空間，率先喺法規層面對早茶文化進行保護，呢個確實走得好前。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而家嘅北上消費熱潮會咁持久，因為嗰邊唔單止有更平嘅價格，而家仲多咗一份制度保障嘅正宗感。當然，香港嘅酒家管理通常比較規範，衛生標準亦都令人放心，而且好似嗰種極具性價比嘅2蚊茶位，亦都體現咗香港人靈活多變嘅生存智慧。只係對於廣大嘅老友記嚟講，大家更希望見到嘅唔單止係價格上嘅拼殺，更加係品質上嘅回歸。我哋希望喺香港，亦都好似廣州咁樣，有一套明確嘅標準，等我哋知道邊間嘅蝦餃係師傅新鮮包嘅，邊間嘅茶係正經嘅普洱。話晒，我哋飲茶嘅人講究嘅就係嗰份情懷。其實唔理係廣州嘅強制規範，定係香港嘅價格戰，最終受益嘅都係我哋呢啲愛茶之人。廣州嘅做法令我哋見到政府對傳統文化遺產嘅重視，佢唔單止係喺度管餐飲，更加係喺度守護一份嶺南人嘅文化符號。而香港酒家嘅努力，亦都令我哋見到喺經濟下行嘅壓力下，本地商家依然喺度想方設法為市民提供便利。作為食客，我哋當然希望兩邊都能做得更好。去廣州，我哋能感覺到嗰種對工藝近乎偏執嘅堅持；喺香港，我哋能享受到嗰種高效且間唔中會有驚喜嘅價格。不過，我哋亦都得留個心眼。雖然有咗新規，但係大家喺外出飲茶時，仲係要多睇多問。喺廣州，要學識睇標識，認準傳統現製嘅字樣，咪俾嗰啲包裝到花里胡哨嘅非傳統點心俾唬住。喺香港，面對超低價嘅優惠，亦都要睇清條款，例如係咪限時優惠，有冇隱藏收費等。其實真正嘅老茶客，條塞就係最好嘅裁判。點心係咪新鮮，茶好唔好飲，其實一啖就能試得出嗰種被防腐劑浸過嘅預製菜，就算掩蓋得再好，亦都少咗一份鮮香。係講到尾咧，飲茶呢件事咧，圖嘅就係一個嘆字。希望以後無論係喺廣州定係香港，我哋都能喺忙碌嘅生活中揾到一個安靜嘅角落，叫上一壺好茶，點上2件心儀嘅點心，同老朋友傾下家常。呢種生活嘅小確幸，先至係飲茶文化嘅真諦。廣州呢次撥亂反正，無疑係俾成個行業注入咗一針強心劑，
亦都令我哋對未來嘅早茶品質有咗更多嘅期待。而香港嘅酒家如果能喺一味追求低價嘅同時，亦都喺品質同誠意上下功夫，相信亦都一定能重新贏返街坊們嘅心。